上個禮拜我發噩夢啊，我真係冇諗到事情過去咗20年，雖然係發夢，但嗰種真實感搞到我扎醒。現實中係我喺公司俾成班人帶走，押咗上警車。嗰時係我人生第2次被押上警車，我知道我又出事啦。喺車上我仲偷偷發信息俾我老豆。咁呢啲事呢，同其他事就喺夢中溝埋一齊，會發噩夢。某個角度睇，我仲算俾人拉得少，所以先會咁多年過去仲發噩夢。而且2019年前我都屬於脫逃人士。咁脫逃同在逃就有少少唔同嘅。尋日咪7月1號嘅，中共又有惡法上路，好多人屌鳩佢啦。咁其實我見怪唔怪，因為中國從來都唔係一個正常國家。我咁樣講已經好客氣。嗱，中共自己分裂中國，然後就搞個反國家分裂法。中共呢，就係對中國最大嘅危害，佢就搞國安法，搞咁多法律，其實都係領導嘅諗法。中共好多法律睇上去好似可以，但中共嘅法律對中國人傷害最大、最惡毒嘅，唔係某一部法律明面上嘅嘢，而係呢部法律相關嘅解釋、條例、規定、通知、批覆、答覆、意見呢啲咁嘅閪嘢，呢啲先係領導嘅最終諗法。咁我屬於脫逃噶，自然就比較留意相關法律。我而家揾個廣州番禺區政府嘅網站俾你睇下。嗱，呢個係中國監察法釋義，關於反腐敗國際追逃嘅規定。佢呢度呢就講到追逃嘅手段。咁第一個手段呢就係引渡，第二個手段遣返，3呢就係異地起訴，4呢係勸返。呢啲睇上去都好正常，係咪？嗱，跟住再睇第5種追逃手段，非常規措施。比較常見嘅綁架，採用綁架嘅手段將在逃人員緝捕回國。綁架？我屌你啊！你真係當正自己係黑社會啊？中國共產黨。所以我話中國嘅法律唔係最得人驚啊，最得人驚嘅係佢法律相關嘅規定啊，乜柒乜柒呢啲先攞你命。一個國家可以白紙黑字將綁架作為一種捉人嘅手段，你話呢個國家點會係一個正常嘅國家啊？你話我知係咪？唉，所以我哋幾時都要小心翼翼嘅。